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呢個知足常樂嘅講題。上次咧，我哋睇過大衛王嘅不知滿足帶嚟嚴重嘅後果。今日咧，我哋睇睇佢嘅兒子所羅門王喎，佢亦都係不知滿足嘅喎，咁令佢咧糟蹋咗一生嘅。所羅門王咧比佢父親咧擁有更多喎，但係令人難以置信嘅咧就係佢亦都不知足喎。佢過着豪華奢侈嘅生活，而且嘗試過當時人類已知嘅每一種享受。佢係佢嘅時代最有權勢嘅人，亦都係歷史上最富有嘅人之一。佢出生於皇室家庭，安享父親建立嘅王國，住喺一座要14年時間建造嘅宮殿裏邊。哇！14年時間建造喎，咁梗係好宏偉好呢個輕雕細琢嘅喎。所羅門王咧，可能係人類歷史上係有歷史上咧係最多塵世享樂嘅一個人。佢咧既富又貴喎，係君王，亦都係財主。好多君王咧只係有權力，但係冇財富嘅。但係佢咧兩者都兼而有之嘅。佢囤積大量財寶，有無限量嘅資源咧俾佢花費。佢住喺呢個豪華嘅皇宮，有亭台樓閣、樹林山水、公園同水庫。哇！喺現時嘅財主咧，只係住緊一大屋，最多都係有花園啊，有個網球場啊，有個泳池啊咁樣。但係咧佢咧係有亭台樓閣、樹林山水，有個公園喎，同埋有個水庫喎。佢又有咧700個妻，700個妻，300個妾。我哋中國人嘅皇帝咧有後宮佳麗3000啊，但係嗰啲係平民嚟嘅啫喎。所羅門王嗰700個妻咧都係貴為公主嘅喎，係高貴好多嘅喎。咁700個妻都貴為公主，又有300個妾。佢同佢父親一樣一生咧都追求美色喎。呢個咧可能係佢父親俾佢嘅遺傳喎。佢享盡奢華，每一頓飯咧都是珍饈百味。佢嘅僕人奴婢都係買回來嘅，佢哋終身咧都會忠心服侍佢。佢甚至有男女歌手俾佢私人娛樂，佢毫無保留全無克制，心所想的盡享其樂。尋求享樂嘅人咧，睇落去好似豐富有餘，甚至好似頗有智慧喎，因為佢哋享盡人生享受人生咁不枉此生但係最後咧，佢哋都係得悲慘嘅下場。一個人咧可以渴望嘅一切所羅門都擁有啦，但係佢並唔感到快樂，並唔感到知足喎。佢什麼都有啦，獨係咧佢冇生命嘅意義喎。晚年嘅時候咧，當佢回顧一生嘅時候咧，佢喺傳道書咁講喎。傳道書2章11節，佢後來我回顧我手所經營的一切和我勞碌所做的工，看全是虛空，全是暴風，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。好，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繼續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